选手即将登场。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let's welcome our red corner boxer, Ulan Tula. 中国拳手乌兰特拉哈斯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拳手，那么他呢，也在此前已经获得了 WBA 世界拳击协会和 WBO 两大拳击组织的洲际金腰带。如果今天再拿下 WBC 世界拳击理事会的银腰带，这意味着他可能将三大拳击组织金腰带都将揽于挑战资格。那么今天对于乌兰来讲是非常重要，他离世界拳王金腰带更进一步。乌兰特拉哈斯职业战绩8胜3平1负，4场 KO 获胜。 The red corner boxer Ulan Tula, 25 years old, 165 centimeters tall, arm space 168 centimeters. Won the Intercontinental Golden Belt, both WBA and WBO. Nice professional record, 8 victory, 1 loss, 3 draw, and 4 KO. 好，接下来呢将奏响参赛两国拳手的国歌，请全体起立。 Now it's time to play the national anthem. All rise, please. So, Philippine 国歌 Let's play the anthem of the Philippines. So,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Now let's play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好，请坐下。 Sit down, please. 本场比赛台上执法裁判是来自 WBC 的美国资深裁判员约翰·卡斯先生。 Referee in charge is Mr. Rehan Jaros. WBC 银亮世界银腰带12回合争霸赛，中国拳手乌兰托拉哈兹对战菲律宾拳手吉尔拉克尼奥，比赛即将开始。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28日，我们在长沙民政技术学院大运馆为您直播任维峰 WBC 世界银腰带争霸赛。这是一场12回合的较量啊，由中国选手哈萨克族乌兰托娅哈兹对阵来自菲律宾的杰尔特奎尼尔。这场比赛呢是中国今年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水平第3高的比赛，仅次于7月15日在 新加坡，中国的前奥运代表吕斌挑战 WBA 世界拳王卡尼萨雷斯，
以及熊朝忠在青岛挑战 WBA 的105磅世界拳王倪永德荣。Obey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First command is right now. Touch gloves. When the bell rings, come out and box. Good luck. 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为了这场比赛 ，WEC 双方面专门派了3名墨西哥的边裁和1名美国的主裁来到中国。因为这个银腰带呢 ，WBC 的银腰带是质量非常高的啊，世界银腰带，他们赢的选手拥有世界金腰带的强制挑战权。比赛开始了，胜的话就可以直接向世界这个 WBC 的冠军就向拳王发起挑战了。对，可以有优先的强制挑战权、交涉权。红色拳套的这就是乌兰托里哈兹，我们慢慢来介绍他啊。蓝色拳套的是来自菲律宾的托克尼尔。那么这2名拳手呢，托克尼尔这个选手，我们为什么说他强啊？因为他是1名3星级评级的拳手。现在在中国所有的有400多个、将近500个职业拳击手里面，只有8个人有3星评级。那么乌兰托里哈兹本人只有2星半，他积分8分以上才有3星。那么托尼奎尔呢，在今年的2场比赛中都是在日本 KO 了日本选手，都不是 TKO，是直接是击晕了 KO 日本选手，拿到的 OPBF 的洲际的拳王。那么他现在在世界的3个组织里都有排名WBC 是第15，WBO 是第12，那么 ABF 是第9，所以是非常强的1名选手。我看这坐直。乌兰托里哈兹呢，他这个选手是1名民考汉的大学生本来是可以上那个在新疆可以做这个。刚才我们看到托尼奎尔的一个进攻，他本来是可以在新疆做这个公务员的，但是他非常喜欢打拳，所以他继续上学。现在是而且对手是个左撇子，非常难受左架。不过刚才乌兰托拉哈斯呢倒是找着了机会也是利用对方的左手，自己呢一拳打中对方。当然，对于对方来讲呢，经常和右手的拳手进行训练，可能适应乌兰更快一些。这次比赛前呢40天专门呢这个乌兰所属的 M23战队，就是这个全威四海公司对方进来以后，但是对方这一拳打的是比较虚右拳勾了一下。专门给乌兰找了一些选手包括菲律宾教练帮他模拟左架，练了40天。那么乌兰这名拳手在今年的3场比赛里全部是以 KO、TKO 获得的胜利所以说他现在进步也非常快自从去年加盟了这个全威四海公司以后，马上就因为有很好的训练的体系，又能有国外的训练。这个来支持他，所以说他的进步非常快。刚才的乌兰有一个左摆拳，乌兰呢就是这个选手打的拳非常冷他的 KO 人全都是特别冷的，非常好看刚才乌兰的一个右勾，好的，漂亮，右手守得非常好，然后突然一记右手，漂亮，又一记前手直拳点到对方。我看这个现在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呢，是原来和那个熊朝忠、齐少军当过教练的，对，菲律宾的教练，对这个职业拳击它是这个个人运动主要首先是个人运动，所以说今天这个教练他花钱请你的教练，今天来教我，明天可能就教别人虽然我们自己的这个教练也是菲律宾人就是这个 M23战队的教练尼诺也是菲律宾人。原来这个尼诺呢和对方的这个教练艾伦都是在这个中维俱乐部教熊朝忠的2012年的时候，当时熊朝忠挑战那个卫冕战，2013年打这个奎洛的时候，就是艾伦当时带着熊朝忠输的这个迪拜。虽然是对手是菲律宾人，但是中国俱乐部雇了我也是菲律宾人，但是我就要为你来努力，各为其主嘛。对其实从这个点来讲，应该说现在体育应该说越来越没有什么国界。对我们看看双方第2回合较量对手开始往里面打的加强频率了。乌兰这个选手呢防守非常好其实他原来呢乌兰这个选手曾经从135磅
打下来，然后现在降到112磅，降了10几公斤。他以前输的比赛呢，开始进入职业体系以后，前2场比赛都是输的啊。以前输的比赛呢，就是不固定级别，现在固定了级别以后呢，又有好的训练体系，就确实不一样了，架得非常紧啊。好的，现在乌兰利用前手之前控制距离，哎，报价报得非常严密。好的，我看这个乌兰智商够啊，这脑子够清楚的。对啊，大学生啊不一样，民考汉，他还不是民族大学生，是考的汉语的啊。所以说现在还是这个研究生。因为职业拳击还是虽然是也是也蛮起体魄吧，但是是聪明人的运动，打到最后是有头脑的，来竞争的。而且他非常冷静，这个我对于乌兰吧这个选手，说实话，我一直猜不透他这个实力的边界在哪儿。所以这次呢，全威四海公司给他配这个3星级的档次的拳手，也是我们也想摸一摸，大家也想摸一摸他到底的这个实力的边界在哪儿。所以这是一次非常强的测试啊。对手，你像在几个拳击组织里面，刚才谈到了15、12、9，对啊，这相当厉害了。对。特别是 WBC， 他能进世界前15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场比赛，如果说乌兰真赢了，乌兰马上就能进 WBC 前10啊。那这就是将是现在中国在世界职业拳击里面排名，几乎是最高的了。还有个徐灿啊，126磅，中国那个徐灿在 WBA 里面是现在排第2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张志磊呢是排 WBO 的第6。乌兰今天的这个防守啊，确实做得非常好啊。在比赛前呢，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看没看过前4天啊？前4天在日本的名古屋呢，当时木村翔曾经跟那个田中恒成打了一场比赛啊 ，WBO 的112磅，也是他这个级别的112磅的卫冕战。看乌兰这回得多快，这个报价。乌兰就说：“我看了这个比赛，我觉得田中恒成的这个躲闪，我也能做到，所以他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哇，漂亮！这些防守非常好啊，对手没有打进来。从今天比赛来看，应该是乌兰还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而且状态不错。对，因为这也是他第一次在 ML3这个战队里面打这个比赛。”虽然他自己也有自信心，整个团队也围绕他运动，教练也都是围绕他，优先给他配这个练习对象，配这个对练应该是说赛前我问了他，他是最好的一次备战，说他是最好的一次。中国的拳手乌兰图拉哈兹呢，今年是25岁。职业战绩我们刚才介绍了8胜3平1负，4场 KO 获胜。而且今年呢，不久前在日本他连续的取得比赛的这个KO 这个战绩那是托尼尼尔对手在日本2次。我看看双方第3回合，应该说前2回合乌兰的防守做得非常好第1回合的反击也打得非常清楚。对方想采取上钩，好的。其实2个人的身高差不多，都是1.65米。但总给我感觉好像乌兰的手臂比对方要长一些。对方可能相对来讲的重心压得更低一些。乌兰的臂展是1.68米对手这个拳手在世界上没有正式计量，但是应该他报的1.65米，165厘米，就短一点儿。对手非常快左架，但是目前为止乌兰的防守漂亮，右手摆乌兰其实这种冷拳非常多，他以前 KO 人除了 KO 金子健那场比赛是一个左右上勾吊开报架一个右摆拳以外，其他的都是这种突然冷的后直冷拳，后直或者左直，非常的冷。
那么我们在乌兰其实出道之前吧，我在大连看他一次比赛，当时来了一个日本的那个教练，也是馆主啊，日本金泽的馆主，跟中国拳击比较有渊源的，叫菅见直幸。他当时就说，这乌兰这个拳手的节奏非常好。当时其实我们都没有太看好乌兰的时候，他就觉得乌兰的节奏非常好，拳感非常好。所以后来呢，乌兰在去年10月份之后签约这个全威四海公司以后，他确实就进步非常快。好的，很敢打，一个哎，就是很敢打。前手顶着那个急进步啊，上去以后后手。现在乌兰的这个距离真的测得非常好啊，对手感觉拿他的这个防守没办法。在赛前呢，我当时跟那个乌兰的这次的教练那个尼诺聊过啊，我说这个选手应该是很强吧，在日本2次 KO 了日本的这个选手，拿到了 OPBF 的拳王。然后尼诺说没问题，说我对他很有信心。后来我问说，我说那个跟奎洛比怎么样？奎洛也是左撇子，当年在迪拜挑战过熊超中的世界拳王的啊。那个奎洛的是在墨西哥当年拿到银腰带，一回合就把墨西哥的选手给 KO 了啊。然后尼诺说奎洛比这个拉奎尼尔要强得多啊。所以说这个原来我还是对拉奎尼尔很担心的啊，看来说咱们这边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乌兰应该是防守一直做得很好啊，这点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不容易的。双方的第3回合可以看到呢，乌兰一直还在场上控制着节奏，但最后收官阶段呢，拉迪诺尔还是打的节奏很快。我们看看啊，这种3连击，乌兰躲开，乌兰这一个迎击，非常漂亮的右手啊。应该从这个前3回合的来看，乌兰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赢了第1和第3。第2回合呢，对手也没什么清晰拳，乌兰的防守更好啊。到目前为止，应该说乌兰对对手的这个了解程度，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你看看第4回合，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对手曾经这个选手在2018年2次在日本 KO。日本的选手拿到 OPBF 的拳王，说明他是有一发这个巨锤的这个战斗力的。对，所以还是应该小心啊，毕竟这个比赛还是比较长的，对，是一场12回合的战斗。好的，又是单拳，但是打完以后呢，没有马上回收住对方打反击，也打中了乌兰啊。乌兰这个报价真是报价，然后配合步伐出去还是出的很快的。防得非常好啊，扣车步也快。好的。那双方互打了一个。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这个拉奎尼尔的节奏还是没有找好。对他这个左撇子呀，也没占什么便宜，没占什么便宜。乌兰的掌握的距离感非常好。对啊。你看乌兰打空了，马上撤，马上后撤，不给对手好距离。好的，又是一拳，漂亮！哎，这样单拳我觉得效果真的挺好。抱住，哎呀，可惜，差一点。刚才是一记迎击啊，对方这个抗击打能力也很强，咬紧牙往上挺着冲。
好的。啊，漂亮，右平钩，然后都抱住，都抱住。刚才我听到啊，底下那个队友尾线前喊说：“别给他距离远一点儿。”啊，乌兰的跨步啊，跨步我觉得比对手好啊，跨步上去的这一下打远程比对手好。对，因为今年他 KO 松弩的比赛，还有这个后来打这个尤克松的比赛都是远程。哦，这个对方的近距离没有。好。现在又是时间休息，马上要进行的是第5回合。漂亮，躲得非常好。大家看到这个对方在反击进攻当中啊，经常是打在了乌兰的手臂上啊，那打在盾牌上，这样的效果呢就明显差很多。对，乌兰这场比赛抓对手的这个反击节奏抓的真是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无懈可击啊。刚才这个第4回合，我们看到这个慢动作是一个前击的直拳，然后有一个后摆，2次都是抓反击，抓的非常结实，都是无遮挡的拳。现在对方是千方百计要把这个节奏加快，而且靠大密度的出拳呢压制住乌兰，不让乌兰来出拳，对方那个思路也挺明确。但是没事儿，乌兰现在防守防的真是很好啊，报价报的很清楚，对手根本全进不来。到目前为止，好像除了有一个互相的一个直拳交换以外，对手都没打着清楚的拳，特别有效的清楚的拳。但是防的非常快，防的不错，哎，虽然没有打好空了，但是防的还是不错的。在前边的前3回合当中呢，前4回这前4回合，总的得分我们看到3个裁判都是裁这个乌兰啊，好来吧，是那个按照 WBC 的规定呢，银腰带以上的比赛每4回合会公布一次比分啊。我们刚才拿到了这个给我们的对手连击了，连打。乌兰现在在防守，在护架上，在护绳上防住。乌兰要拖出来，好，应该说对手没有什么重拳啊。那对方现在就是把局面打乱，按部就班的打是没有什么戏了，所以对方千方百计要采取这种乱战拼打，加快节奏。对手刚才加了一波节奏，确实刚才有点被动啊。所以乌兰现在要靠他的重拳啊，要靠有主动出拳遏制对方，这是关键。好的，又出拳打中对方，加强进攻火力，也要压制对方啊，要以攻代守。虽然防守很好，但是自己的进攻一定要加强，这样呢也可以遏制住对手的进攻。我们来给大家播报一下刚才前4回合的比分啊，这是 WBC 的一个规定。在前4回合里呢，乌兰现在是39比38、40比36、39比37、3比0领先。按照 WBC 的规则呢，是每4回合啊会播报一次比分。
刚才说这一回合有一段时间还是比较被动的。对。今天的台裁啊是来自美国啊，3位替补裁判来自墨西哥，这也说明了这个对于 WBC 来讲呢，对比赛非常的重视。哎，漂亮的进去以后手。啊，乌兰有一点鼻子有点阴血啊，可以看到刚才这个乌兰旁边的这个外国人是这次啊，这个全威四海公司专门给他们请来的这个体能教练啊。这次整个比赛，全威四海公司一共是用了3名外国教练和1名外国陪练啊。看看双方第6回合的比赛。双方近距离贴靠，哎，现在只要乌兰啊主动加强进攻，我觉得路子就对了。Watch your heads, watch your heads. 刚才对手的那个护绳那一串啊，应该还是消耗体能，消耗的挺厉害的。好的，乌兰现在要打在前面，主动进攻啊。虽然自己的防守很好，但是自己呢这个整个进攻的火力只要全开的话，对方也将很被动。漂亮。乌兰在第6回合开始之后，主动加强的进攻，现在效果不错。往前压着打，我压着对手了。对，前手又点他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乌兰有一次出拳，对手虽然报价防住了，但是对手给带了起来，说明乌兰的拳是很重的。对手的这个对乌兰的这个进攻啊，报价报的还不是很稳。漂亮，乌兰的一个后手，左直拳直接命中。比赛真的乌兰这个防守啊，确实做得非常好，啊，报得很清楚，所以对左架选手一点没给对手这个左架的优势。哎，又一个，很清楚。哎，现在对方啊，这个我看这个他的主要杀手锏就是在于近距离连续的这种速度，多拳的这种组合拳的进攻，所以对于乌兰来讲呢，在自己进攻同时，我觉得还是应该控制住对方的距离，不让对方随便冲起来。乌兰其实防守还是很好，防守是不错，对，防守住了以后啊，其实刚才他有好几次啊，对手这个拳连拳打完了以后抽回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右手大摆，但是这个摆拳都没有搂着，如果搂着了那一下，可能对手就倒了啊，对手就倒了。只能说对手确实，哎，距离找得好，哎，闪的也好，哎。漂亮，好的，很清楚。到目前为止，乌兰真的每一次进攻啊，相对来说比对手要清楚。双方在前6回合比赛里边呢，我个人觉得乌兰应该是4比2，至少啊，还是优势比较明显的。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播报了一次啊，播报了那次的时候呢，当时的3个裁判打分的是1号裁判，当时是给了一个2比1啊，有1回合他判了平，这很少见。2号裁判是4回合都给了乌兰，3号裁判是判了一个3比1啊，这3回合给了乌兰，1回合给了对手。对，刚才这2回合呢，我认为第5回合可能稍微处于劣势，第6回合乌兰又打回来了。对。Seconds out. Clean up that water, blue corner. Watch your heads.
Watch your heads, okay?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第7回合的比赛啊。红色拳套是中国拳手乌兰托勒哈兹哈萨克族，蓝色拳套呢是菲律宾人啊杰尔拉奎尼尔 OPBF 现役拳王。那么乌兰托勒哈兹其实也是 WBO 的现役的亚太拳王啊，所以这也是2个组织的亚太的地区的拳王的之间的一场洲际拳王的对决。好的，今天这个拉奎尼尔这个后手真是左手后手，到目前为止真的还没有发挥出威力来。那你讲话对于这样的拳手不能够有任何掉以轻心啊，必须要谨慎小心啊，因为他有这种一拳结束比赛的能力。对，2次在日本都是直接 KO， 都不是 TKO 啊，直接击的对手击晕了的那种情况下抬下去赢的。而且那个你像他第一次啊，今年3月份赢的那个对手，应该说这个对手还是非常厉害的啊。那对手已经是30岁了，叫中山佳佑是一名老将。对方这个拳打的还是不错啊，节奏感掌握得非常好。这就是他的后手啊，他的左手后手重拳。乌兰稍微慢了半拍，但这个他的右手还是回来了啊，回来了，稍微但是慢了一点。好的，乌兰给了对手一拳，乌兰给了对手一个，对手出这个左拳之前，乌兰打了他的一个时间差。那么乌兰呢是来自于新疆的塔城他今年呢，就是比如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啊，他在日本后乐园，当时我在现场他跟日本的一个拳手叫金子健6回合打平。那么后来回到这个国内以后呢，经过这个全美四海公司的这个外籍教练的不断的给他打磨，在今年4月份上海就跟这金子健又打了一次比赛。2回合就把对手直接 KO 晕了，抬下去了。就是这经过训练，对，经过这名师指点就不一样。对，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这个进步的轨迹是非常清楚的看非常好，绕着对手打，不错，不给对手。你看乌兰不断的在绕对手的这个顺时针，不给对手好，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由人威风发展集团总冠名的 WBC 世界银腰带争霸赛的比赛现场。比赛进行到现在呢，那么前4个回合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我们共同来听一下。红角对蓝角。1号边裁39比38，2号边裁40比36，3号边裁39比37，是红方的中国拳手乌兰托拉哈兹领先。那么我们的比赛也仍在继续，后面的比赛也是对选手体能的考验，也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为他们加油助威。Seconds out. Seconds out. 好，接下来看看双方的第8回合，这是一场12回合的交锋。这时候对于年的体能啊，真的是考验。但是双方看来还都没有进入疲劳期啊。这说明这个训练的水平啊非常高。没有一点就是说减慢速度缓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两人体能上有什么问题。对。有些选手可能打到第6回合就突然慢了啊，他们俩看着还是很充沛。哎呀，乌兰被点了一个，对手前手点了一个。
对呀，距离够了就得出拳啊！刚才底下啊，这是刘刚啊，对，大声的喊着。他们俱乐部的这个推广人啊，刘刚有点着急啊，因为刚才距离够了，你距离够了都进去了，被对手前手点成那样了，你还不出拳？好的。漂亮，后手直击命中，直接打中。距离够了就别犹豫啊，犹豫完了让人家打就不合适了。好的，连续前手点对方。双方互相一个交换。好，这段时间确实有点消极，出拳出的比较少啊，对方打得很积极。啊，对方现在主动进攻，加快了节奏和频率。对呀，对于乌兰托拉哈斯来讲，一定要主动进攻，先出拳控制对方。就是对手出完了，你也得出啊！对手往后撤这一下的时候，你至少应该出。如果你不出的话，老被人家这么打，就算你能防住了，裁判的观感也不好。裁判会觉得对手是占据压制性优势的，会对手更主动、更积极。两人就是都拳打不中的情况下，更积极的选手会达到这一回合。这一回合乌兰确实出拳出的有点少啊，有点着急，可能是一个调整。我觉得可能他这会儿可能有点到疲劳期了，是不是有点累了？对，有点疲劳期啊。下面将进行第9回合。Seconds out.好，接下来双方呢，这个比赛也进入到了这个第9回合，第9个回合了啊，非常关键。对方好像给我感觉到现在有点越打越来劲儿了啊。对手刚才的一个连珠炮式的一串进攻，乌兰都防住了，乌兰抱紧就抱架，向前逼着打。现在乌兰可能现在憋重拳，但是你老不出拳，这不行，是问题。对，还是应该积极一点。对，老点底下的话其实并不好，探这个底下的话并不好，而且你一探底，有时候自己的防守面积啊完全暴露了。对呀，对手打得快，还一下啊！感觉现在确实有点消极。乌兰，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前8个回合的这个比分啊，现在 WBC 的裁判席给了我们。好，我们看到这个3位积分裁判，1号竞赛78比75，2号78比74，3号77比75啊。从计分情况来看呢，这个3位裁判分数盘都给判给了乌兰。对，乌兰还是3比0赢着。现在前8个回合，Let go of each other. Let go.
好，乌兰探着前手啊，现在逼着对手，他其实一直在探距离，想打一个正的啊，想打一个狠的。可能我觉得啊，乌兰觉得自己啊，因为我们在采访比赛前，我采访乌兰，他确实大家都知道他的拳的连续性的速度不如对手，对啊，速度上不如对手。如果你打连拳交换的话，其实他可能会吃亏。对，啊，他打1-2可能没问题，防守回来没问题，但是连续打可能会吃亏，所以他想憋一个重拳，给对手一个狠的。但我觉得现在他至少应该用自己的这个前手单拳凶狠的来制约对方，不让对方那种速度起来。好，可以，哎，就这么打，你主动出拳控制对方。好的，就是把对方的素质压制住，自己速度虽然起不来，不属于速度型选手，但你至少不让对方上武档。至少目前来说，乌兰的防守啊还没有掉价，一直做得很好，漂亮的右摆，漂亮。这个回合好，由任威风发展集团总冠名的 WBC 银量世界银腰带12回合争霸赛前8个回合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中国拳手乌兰托拉哈兹对阵菲律宾拳手杰尔拉奎尼尔，红方对蓝方，1号边裁78-75，2号边裁78-74，3号边裁77-75。目前红方乌兰托拉哈兹领先。现在的情况其实挺微妙。我觉得还是好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乌兰现在就是说，刚才这个回合，我觉得他很难说他胜。对对，刚才这个回合还接下来还有3个回合，这3个回合给挺住。是，因为那个乌兰的话呢，他咱们目前可以看啊，前8个回合来说，2名裁判，1号裁判他的优势有3个回合，2号裁判他有4个回合，就是说2号裁判现在对手就是后面4个回合全赢了，乌兰也是能平啊，也是能平。那么所以说乌兰只要后面的4个回合只要赢2个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赢了这个比赛。现在就看乌兰第一能不能顶住，再一个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个日本拳手主场2次被这个他 KO 他被拉奎尼尔 KO 了，所以乌兰还要防对方重拳。对，我觉得对方的办法还是要加强这个前手的这个拳头出拳的频率。其实对手一直想把乌兰这个报价打开了，然后打一个组合进去，但是乌兰这个报价今天确实报得非常好，没看到啊，这2个拳头放在自己的脸前，护住了左右的头部，好，又给了对手一个平勾。因为这是争夺这个世界拳击组织银腰带的比赛，所以进行的是12个回合，也是拳击比赛里边回合最多的。对。现在这个拉奎尼尔仍然是保持着比较高的节奏，比较快的频率，但是呢，有效的拳法呢已然是下降了。对，他确实有效拳今天打的不多啊，全在乌兰的架子上。这2下被掏了一个，哎，乌兰又还了一个，这就挺好啊。好的，前手直拳。漂亮，又是一记后手直拳。乌兰这种单拳的这种准确性啊，比对手确实要好。这就是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啊。你的这个节奏快，那我就防守好，我把你的节奏快的防守都给防下来，但我就打你一下，我打准了，那裁判肯定就给我了。对。好，现在乌兰继续保持进攻，而且他们看到他打了以后啊，这个主动向对方的这个前手的相反方向来转，这样让对方后手够起来很难。对，就不给你连续出这个后机会，然后你打1-2打不出来。
你只有一个，你也只有单拳，只能打我单拳，你的速度优势就没了。好的，看对手也快呀，对手这个左架转得真快。还有最后的2个回合。实际上打到现在啊，对于乌兰来讲呢，即便是最后这2个回合，我个人认为都输了的话，他也会是以有争议的点数获胜了。我觉得，更何况他接下来还是有希望能够啊，因为这2回还没打呢。现在不好说，我觉得都输的情况下，最后2个回合都输的情况下，按照咱们刚才看到的前8个回合的比分，应该是乌兰最少是平，最少是平，对，对，很可能有争议的。因为3位裁判当中有1位裁判判他已经至少刚才我们公布了前8回合以后，在第9、第10 2个回合，双方是各胜1回合的。对，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第9回合感觉乌兰差不多赢了，刚才这个不好说。好，来看看第11回合。但是也要防止一拳的这种杀人拳出现哈。我们的这个拳击界说，不到最后1秒钟，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最后1回合拍字幕响了，这拳手以为比赛结束了，一回头被人上来梆打了一拳，晕了，结果这比赛白打了前面。他的这个注意力太集中了，听到了这个外边有一个异响，他以为敲铃了呢，其实只是这个拍字幕，最后10秒这拍字幕响。当年熊超中打内藤大柱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么一次啊，拍字幕，他以为这个回合结束了，回头内藤大柱愣了一下，上来就给了他一拳，结果明明熊超中那一回合占了一点优势，这一拳全都没了。好漂亮，右勾。好，现在乌兰继续进攻，乌兰仍然保持很好的防守状态。又一个后手的直，哎，前手点，这一回合已经很清楚了，这么一会儿已经3个了，都是无遮挡。好的，这次这个左手对侧真很好，要对手这个速度今天没有怎么发挥出来。现在对方的速度已经大大下降了，对方在中间的几个回合还有一度还能够有点连续拳速度。好的，你看现在对方的速度打不出来，而乌兰的这个单拳呢打得起，感觉到非常准，很有效率，越来越舒服。好的，乌兰不会跟他拼4、5这种啊，只会打1、2或者打单的。这场比赛的防守真是做得非常好啊！双方互交换一个，哎，这就是哎，我瞅准你，我的臂展比你深一下，又是前手点。达奎尼尔，我估计这心情上已经是很烦躁了啊！对，打不出自己的这个想要的东西来。晃着晃着，你看他前手打完了以后，乌兰肯定不会让他站着，让他出后手，我就转你这个顺时针，你的后手就是出不来。好的，你要想打后手，你只能单着打我，绝对不让你连上。这几下乌兰都躲开了，对，全都抱住了。对，今天这个报价好的漂亮，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防守反击左直太漂亮了，左直。乌兰刚才在对方最后阶段呢连续的猛攻面前呢非常沉着躲闪，然后紧跟着呢就是还原颜色的反击。对一个后撤步，然后向左一侧，马上跟上左直，哎，击中面部。接下来将双方的第12个回合。Like that, make the track spin. Get on up, get on in. Come on now, let the party begin. Get on up, get on
Like this, like that, make the tracks spin. Seconds out. 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回合的比赛。乌兰的第11回合确实打得很漂亮。哎，实际上打到现在，如果双方 Finish strong. 都能够站着到比赛最后结束，乌兰这比赛就赢了。对，我觉得基本上差不多。哎，最少2比1了这比赛。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啊，对能够坚持完这一回合。漂亮，后手，这距离啊，真是这拉奎尼尔这场比赛啊，被乌兰这么打冷拳的这种距离，拉了好几个了。漂亮，打完了以后我就转，我一定要转，不给你这后手连着的机会。你看，这是这个让左撇子选手最难受的啊，他这顺时针转，这个后手也发不上力，是后手捞不着，哎，半径总是在这儿捞不着。乌兰注意防守，躲开，好的，小摆前还占了点便宜。其实没必要跟对手再这么拼了啊，基本上已经赢了，胜券在握。对，不要把比赛带入这个拼打。好的，防住，防好。但观众比较爱看这样的比赛。是，但是对于比赛球队来讲，包括踢比赛一样，就是没必要冒这个险啊。对。明明对手头球好，你还是跟对手漂亮，击倒了，非常好的一个迎击，右手迎击啊！裁判给对方再读秒，对，已经肯定赢了。这个只要还有1分钟，只要不被对手击 KO 就肯定赢了。好，现在双方继续比赛。这是需要头脑冷静，对，一定要控制住就行了，没必要了，控制住就可以了。还有1分钟了，没必要了，抱好。这一回合这个击倒太大了啊，对，相当于又多了1回合，对，一下2分啊。现在这个对方啊，肯定是最后阶段恼羞成怒了，必须给全力以赴猛攻了，对啊，没必要了，因为对方的积分已经不行了。对，好，搂抱，挺好，挺好，没关系。战术性的一些把这时间给耗过去就完了。乌兰这场比赛打的真是很聪明，又聪明又好。3星选手啊，中国每年没几个打3星选手的。好的，漂亮，双方全力以赴，最后阶段，好，双方全力猛攻。全场比赛结束啊！我们来听一听裁判最后的裁决吧。这场比赛，中国的选手乌兰托拉哈兹和对面菲律宾的拳手拉克尼尔打满12回合，双方打的难解难分。乌兰托拉哈兹呢是来自新疆塔城的一位哈萨克族的运动员，他近年来进步飞快，而对手呢实力不凡，在3大拳击组织里边呢都是排名列前。他呢在 WBC 排名第9，WBA 排名第15，WBO 排名第12，所以从实力来看呢，菲律宾的拳手是非常了得，而今天乌兰托拉哈兹表现得非常的抢眼和出色。
那么两个选手坚持打满12个回合，那12个回合呢，对于拳击比赛来说也是最高的回合数，代表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后呢，还有今晚的压轴之战。那么同时在我们的比赛结束之后呢，还会有精彩的抽奖。那么这场比赛两个选手表现都是非常优秀，在我们的擂台上面已经布满了血字和汉字，那么也能看出两个拳手确实都是拼尽了全力。这场比赛呢 ，WBC 世界拳击理事会为了对比赛保持公平公正，专门请美国请来了资深的台裁，同时3位积分裁判都来自墨西哥，确保比赛由第3方来公平执法、公平公正。同时呢，来自于沈阳军区原副政委的李运之中将也特意来到现场来观战，为我们现场的这种激烈的程度也让我们更加的瞩目。好，女士们、先生们 ，WBC 银量级世界银腰带12回合争霸战，中国红方选手乌兰特拉哈斯同蓝方菲律宾选手杰尔拉克尼尔，比赛结果1号积分裁判116比111，红方胜。Judge number 1, 116 versus 111。2号积分裁判117比111，红方胜。Judge number 2, 117 versus 111。3号积分裁判116比111，红方胜。Judge number 3, 116 versus 111。3位裁判一致裁决，红方中国选手乌兰特拉哈斯获得比赛最终胜利。Winner is the red corner boxer Ulan Tolahadze。有请世界拳击理事会 WBC 亚洲委员蒋良初先生为选手颁奖。好，让我们记住乌兰特拉哈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来，掌声欢呼声的哪里？送给中国选手乌兰特拉哈兹。那么接下来呢，还会是由我们今晚的一场重量级的主赛，两位神秘选手是谁？那么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稍后还将看到